理解。波士顿有懂得一流嘅學校，就像麻省理工學院啊，還有再來就是哈佛大學。真的 ，There are many top ranked schools in Boston。其中啊，这个哈佛大学这间 school 啊，真的就是跟台湾的关联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逛逛，里面有很多著名的景点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看一下，我時間到了，我先上課了啊，拜拜。贾文清啊你！你知道吗 ？There are many top ranked schools in Boston， 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 school 我这辈子可以上，怎么办？没關係，我告訴你，你們看那個頭像，呀，有沒有看到很多人在拍照？有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因為他是哈佛大學的創辦人，只要你摸他的鞋子，你就可以開智慧，就變聰明啦。難怪這麼亮，我也要去摸。走。是不是要摸2隻啊？哦，摸2隻，摸2隻，不然只有一邊的腦袋變聰明。比較聰明啊！快摸。夠了。哎，我要比你多摸一隻。我怎麼突然覺得我變聰明了？我也是，走吧，我們去念書吧。突然覺得變文青了。很多這種 school 就有那種好像歷史建築的感覺。抽噶。波士頓有懂得一流嘅學校，真的。像我們剛剛第一間去了哈佛大學，那剩下的當然就是 MIT， 絕對不是 Made in 台灣，是麻省理工學院啊。對啊，所以我們講說 there are so many top ranked schools in Boston。而且你看哦，我覺得這 MIT 的學風跟哈佛也不太一樣，不一樣的 school 就有不同的學風。哎，對不起，我又換間投稿，我又要上課了。好啦，文清，你走吧，我不跟你了。其實這裡給人家的感覺真的就比較科技感，真的比較有科技感。對啊，連建築物都是。我覺得 MIT 也真的是一個很創新的學校，懂得某 Q 跟用法，連建築物都不一樣。對啊，而且這個建築啊，其實跟台灣很有關係耶。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，他自己就是 MIT 畢業的校友，所以聽說這個建築呢，他是捐贈者之一哦。哇，那他真的也是算台灣之光。對啊，所以你看，像這個 MIT 啊這樣的一個 school，跟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哈佛啊 ，There are so many top ranked schools in Boston， 所以呢，他們每一個的校風都不同，但我非常的確定，我並不屬於這裡，我也看不懂這些外形代表科技什麼符號啦。我覺得這樣子的表示你沒有問題，因為如果你看得懂，你就讀 MIT 了。謝謝你跟我一塊沒有念 MIT。走過了哈佛，還有經過了 MIT，There are many top ranked schools in Boston。波士頓有懂得一流嘅學校呢，我也好想念哦。